坐下。上点还是田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讲师好。各位讲讲师好。不好意思哈，或许我时间啊，所以没有跟大家行个礼。咱今仔日会当来参加这个伟大的母亲节，咱会当讲是生生有幸，而且会当做同一家伙。或许呢，伫遮有两项祝福咱大家。第一就是愿咱天下心为主妇的啦，亲像呢，李铁传师讲的，我们要天天快乐，是不但互咱家己快乐，嘛是要互咱的母亲、我们的家长快乐。那么，咱身为儿女的，是不是爱天天要形象，日日爱行好？那么，真好是咱的本分，真好是咱的本分。咱拢听过古早人讲一句话，讲爸母疼囝是啥物？较少年可能捌听过了。爸母疼囝是长流水，父母疼我们就像那个流水这样细细的长流。那我们身为儿女的呢，有没有这一点的心？咱心里总会有这份的心无？那么咱今日有缘有道学道修学道的这一条路，咱有这点的心，那么咱要如何做？咱今日书来讲做这。所以呢，好汉伫遮第一就是愿咱天下最伟大的妈妈。今仔日大家的付出奉献，唔定为咱这个主妇的幸福被听哩。佮再一处会当互咱深入，互咱会当得到脱离生死轮回，这是妈妈最伟大的所在。所以咱今日有幸有这个幸福求乐道，咱今日当把这个道场，虽然简单隆重的一个母亲节，不过意义非常的好。我喺遮呢，伊着深深的一个祝福，愿天下的妈妈大家平安健康，或许祝福你们。感谢王铁传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恭请杨典传师慈悲。